大家好，我是小邓老师，我是小琴。小邓老师，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节目播出后呢，收到好多观众朋友热烈的回响哦，真的非常感谢台南市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托双子星有线电视台来制播客家文化节目。係啊，我哋要感謝台南市政府民俗事務委員會委託我哋來直播客家相關的客家文化，為我哋喺台南地區嘅朋友，甚至到全國嘅朋友嚟認識我哋客家文化，熟悉客家文化。今天的節目要和觀眾朋友們分享什麼客家相關的文化呢？我哋介紹過客家嘅美食、客家日常生活嘅用語，也介紹過我哋客家傳統歌謠、老山歌啦、手跳等等。我想今本日來介紹，只有客家人會過嘅節日田傳日。田傳日，只有客家人會過的節日，真的很特別。錯，今本日我來介紹，只有客家人才有過嘅節日田傳日咯。田傳日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嗎？有咯，9月3日20號啊，係客家人特有嘅節日，按到田傳日。客委會呢也天呢日為全國客家日。在呢台灣啊，田傳日係客家人特有嘅節日咯。相傳啊，係為咗去感恩五王娘來煉殺福田。嘅五王娘呢，佢係上古時代嘅五天，係伏羲氏嘅老妹。相傳啊，呢個水神、老呢個火神呢，為咗愛爭天下，生來想達到田傳地流。呢傳嘅事啊，漢語嘅意思就係破掉嘅意思。既然田傳鐵咧，地也流鐵咧。老百姓根本無法出來過日咧，嘅五王娘啊，佢就唔盼地看到百姓來受苦，佢就以隔夜來練食殺來補田。老百姓為咗感恩五王娘嘅恩澤，就從當年嘅田傳日2日啦嘅早晨，2日嘅早晨咧，全部都唔是出門來做事哦，嘅家家戶戶啊，就喺老屋下度留存嘅田板，切到西方，變落呢個位屋度去建本建園，將變落盤嘅地板度變平來變髒，掉到禾塘巷來拜祖祭拜，來天數補田，感謝五王娘嘅救命之恩。哇，聽起來好感人哦。係啊，從客家傳統社會地位就有流傳嘅諺語咁樣講。有做無做，了到田傳歌；有穿無穿，總愛了田傳。也係講有色無色，了到年初色；有做無做，總愛了到年二十。也係非常有環保嘅觀念嘅哦，因為啊，搶田出品，大地出天，天地萬物經歷到呢個大艱難以後呢，是要休養生息。所以從客家嘅傳統社會啊，從田傳日2日呢，所謂南北耕田，為托嘅腳頭一天通啊，地有爛鐵咧，是在大地有流水了。不直步，係講講嘅神仙啊，一年要留田當來動爛土，樣就無采五王娘來補田，也就係愛幫人哋大地生活來透一下去，幫大地來休息。客家人用田板，也就係年糕來拜五王娘，來天數佢補田嘅風俗，從古到今一直經流傳的，也代表人哋客家人啊本望本嘅醇厚古風。這樣聽起來真的讓我們非常敬佩客家人保留難得的傳統。小鄧老師，田傳日還有其他的活動嗎？家下有講到呢，客家人從田傳日冇做事，唔是上山做事，佢唔是落田耕種，佢做乜嘅呢？知從乜嘅時節開始流傳到也下，至少有怕有60-70年咁久哦。從先祖族當當年呢，從呢個田傳日2日啦，就會舉辦呢個山歌歌唱比賽哦。嗰時候啊，從呢個族當地區啊，出動到個山歌歌王。2幾年呢，
土種苗天氣都會做田傳熱兩日，上菜舉辦客家嘅歌唱比賽。哇，這麼說起來，我們客家人真的是很樂天知命哦。講定啦，人哋會好客之家天時學園，見本日就講到呢咯。底下會嗱，你觀眾朋友講，真來了哦，真來了。